迎戰全國運動會元朗 V-on-V 籃球賽2025，耶！今次賽事有超過320人參加，可見各位對三人籃球運動嘅熱誠同積極參與。市民一直對三人嘅籃球運動嘅熱愛有增無減，而元朗區體育會近年更大力推廣。除咗舉辦訓練班之外，亦定期舉辦賽事，希望培養更多優秀嘅運動員。今次賽事適逢迎接第15屆全國運動會，男子籃球22歲以下嘅組別，亦係香港賽區嘅承辦賽事之一。希望透過今次嘅賽事，鼓勵各位市民支持全國運動會，共同參與4年1度嘅體育盛事。喺度，本人謹代表元朗區體育會，多謝各位主禮嘉賓及各位嘉賓嘅撥冗出席，同時亦多謝元朗民政事務處嘅協辦。中國香港籃球總會支持提供專業嘅球證，亦要多謝元朗商會女童軍、聖約翰救傷隊及所有工作人員嘅協助，使到活動得以能夠順利進行。最後，本人謹承祈各方好友繼續支持三人籃球運動。